從前東奔西走，只看現在。遇上記到，但命運一生變改。尋求利益先生少女，今天已不在。若是說起來，而今天經已40、50歲。人當天真心哭過，不知所以。若問我可有真心真意，盡力盡性，平凡人一天一天一點悔改。但是說起來，當天你是愛。世界說要一切向前看，告訴世界但你不改變。從前無窮故事藏在恩典裡，從頭再說到